上條片講到姚焯菲點解無法取代嚴明熙，今日我哋繼續分析鍾柔美點解冇辦法企及嚴明熙。相比姚焯菲的甜美靜態，鍾柔美則以其動感、活力和跳唱俱佳的形象示人。她是 After Class 中另一位被 TVB 寄予厚望的成員，代表着年輕、陽光和舞台魅力。然而，即便有 TVB 的力捧，鍾柔美依然無法取代嚴明熙的地位。鍾柔美在舞台上確實充滿感染力，她的舞蹈和歌唱表現力都相當出色。她能成功帶動氣氛，展現出一個專業唱跳偶像的潛質。然而，這種活力更多停留在表演技巧和外放能量層面。觀眾對她的欣賞，是基於視覺和聽覺的即時刺激，卻難以如嚴明熙般，從歌聲中感受到直抵心靈深處的靈魂共鳴。在香港新世代偶像的版圖中，甜美陽光的形象從來不缺乏市場，鍾柔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為何她看似無懈可擊的甜美與活力，最終卻未能像嚴明熙那般激發觀眾深層的共鳴與追捧，甚至難以望其項背？點解？依一點，我哋要從更深層次發掘香港社會嘅秘密，才能發現觀眾潛意識中對情感真實性與複雜性的渴望。鍾柔美的魅力無疑來自她的甜美笑容、青春活力以及出色的唱跳能力。個人來講，其實我更 prefer 這種唱跳型，因為我認為作為一個娛樂藝人，唱跳係基本。一個藝人可以唔跳，但一定要接受跳舞訓練。理論來講，鍾柔美係走 K-pop 路線，在一個需要輕鬆與愉悅的娛樂產業中，這種明亮正向的偶像特質看似是成功的必然。不過可惜，現實證明，係香港目前這個社會環境，此路不通。反觀嚴明熙，他的魅力並非建立在甜美或陽光之上。儘管他年輕，有時也帶有少女的純真，但其歌聲中那份超越年齡的成熟，偶爾流露的憂鬱，以及表演時所展現的深度與內斂，反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痛感魅力。這份痛感，並非指外顯的悲傷，而是一種對生命、情感的深刻體悟與表達，一種能夠觸及聽者內心最柔軟、最真實部分的特質。嚴明熙的歌聲，無論是翻唱領悟狒狒，還是演繹個人作品真話的清高，都能讓觀眾感受到一股強烈的穿透力。這份穿透力，來自於他對歌曲情感的細膩捕捉與真實釋放。他唱的不是甜，而是痛，是成長的迷茫，是情感的糾結，是與現實妥協的不甘。這些情緒，恰恰是許多觀眾在現實生活中默默承受卻無處宣泄的。當一個年輕的生命能將這些痛唱得如此動人，觀眾便會產生強烈的共鳴，彷彿被理解、被治癒。香港社會近年來經歷了諸多挑戰，經濟壓力、社會變遷、未來的不確定性，都讓許多人心中累積了不安與焦慮。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一個能夠唱出痛、引發共鳴的偶像，比一個只會帶來純粹甜美的偶像，更能成為大眾情感的出口與寄託。嚴明熙歌聲中那份略帶憂傷的底蘊，反而更能契合當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壓抑與渴求被理解的集體情緒。它代表的不是無憂無慮的理想鄉，而是能在現實泥濘中掙扎並依然發光的希望。總而言之，鍾柔美的甜美是市場歡迎的，但嚴明熙略帶憂傷的痛感魅力，卻是能夠深耕人心的。在當代香港乃至更廣泛的華語社會中，觀眾對於偶像的需求，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視覺享受與輕鬆娛樂。
他們渴望在偶像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情感的寄託，甚至透過偶像的音樂，釋放內心深處的壓力與情緒。嚴明熙的成功證明，在流量至上的時代，能夠觸及痛感的藝術，往往比只停留在甜美表面的形象，更具感染力、穿透力和長久的生命力。他的崛起，正是社會情緒與偶像魅力之間微妙連結的生動體現，宣告着一個以想像深度和情感共鳴為核心的偶像新時代的到來。